佛家講人有三毒：貪、嗔、癡，好似一種長期潛伏嘅病毒咁樣，慢慢控制我哋嘅情緒同埋思想。簡單講，貪呢係攞唔夠嘅心，見到啲嘢就起貪愛，一味想攬實唔放，就好似身體入邊咧伸出一隻又一隻嘅手，不停向外面攞嘢。嗔係受唔起嘅心，當事情冇按你期望行呢，你就會生起排斥同埋憎厭，好似用怒火嚟護住自己，睇乜嘢咧都唔順眼嘅。而癡就係睇唔清嘅心，帶住自己一套歪咗嘅觀念去望人望事，陷入無明同埋顛倒入邊。三毒只要一念起咧，就足以令原本安穩嘅心變得渾濁、狹窄同埋唔自在。嚟緊我會一連3集同大家分享一下何謂貪、嗔、癡。今集咧就由貪開始啦。佛法講嘅貪欲唔係淨係貪錢貪色咁膚淺嘅，而係你對於財色名食睡五欲生起咗一種黏實唔肯放嘅心，要攞住，要確定，要越嚟越多。呢度要分清楚，揾錢咧本身唔係罪嚟嘅，享受生活都冇問題。你想升職加薪、創業開多2間分店，想過一個更富足嘅生活，其實都好健康。呢啲向上向善嘅動力，佛法咧唔會叫你去壓抑嘅，甚至會鼓勵你好好咁樣運用。真正變成貪，係由想變好，慢慢變成一種失控嘅一定要賺到某個數先覺得自己值錢，一定要爬到某個位先覺得自己成功，一定要贏晒所有人你先肯安心。當想要變成呢一種非要不可，咁你其實已經進入咗一種冇就覺得唔安樂，有又會嫌唔夠嘅內在饑荒。呢一個就係貪婪嘅真面目啦。歷史上唔少人都係輸喺呢一度啊！秦始皇統一6國，江山已經去到極致，本來佢可以安民養生，但係佢嘅心係未安定，轉頭就去咗追求呢個長生不老，日日吞丹食藥，搞到自己中毒而死。江山未冧，人先走咗啦。清朝有和珅，權勢財富集於一身，佢本來富貴到頂嘅啦，但仍然層層搜刮，最後皇帝都唔俾面佢啦，直接抄家啦。有啲亂世英雄明明已經坐擁半壁江山，但仍然都要去搶埋最後一塊地盤，結果人未老，個心已經俾權力慾磨到乾晒。喺佛教開示入邊，經常用一個比喻，貪欲好似飲鹹水咁，飲得越多，你就越口渴。呢個講法唔係針對行動本身，而係針對嗰種永遠都嫌唔夠嘅心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已經係生活無憂，但係總係覺得自己差好遠？瞓前去數一啲你仲未得到嘅嘢，完全係睇唔到你已經擁有嘅。心理學會話啦，呢一種無止境嘅追逐，好多時同自我價值感有關。而佛法就會講，因為心未安，所以一路向外攀援，到最後人已經唔係再有意識咁樣運用呢個慾望去安排人生，而係一步步咁樣俾慾望牽住走。小欲知足呢4個字唔係叫你收起所有嘅野心，亦都唔係叫你放低名利走去深山遠離人群，而係要你學識分清邊一部分係健康嘅成長動力，邊一啲係由恐懼推動出嚟嘅慾望。前者可以保留甚至培養，後者就要慢慢放鬆，學識同佢保持距離。當有一日你發現自己仲會去爭取，仲有目標嘅，但係內心少咗慌張，多咗份踏實同埋心安，其實你已經係由貪欲呢一條路轉緊去有智慧咁樣去揀，由你自己去作主，揀翻點樣嘅生活節奏，點樣嘅方向先係最適合你。